基督徒了哦，去求道的哦，印尼的基督徒去求道的哦，看到了，那应该是有阴阳眼哦，看到那个场景的那画出来。是一位大将军，有关公，有岳飞，有张飞。关公、张飞大家都很熟，岳飞也很清楚。还有更早的商朝时期的元帅黄飞虎，据说是做了东岳大帝啊，这是道场的五法力主，文的法力主有观世音菩萨啦，那吕洞宾先祖啦，纯阳帝君啦。那东岳大帝是文的还是武的？如果是元帅，应该是武的。南极仙翁是文的了，南极仙翁、南海古佛啦，纯阳帝君啦，吕洞宾先祖，那还有哪一位？文的法力主，另外还有武的法力主。
你看弃天仙土地公啊，高雄冈山空军官校土地公求道啊，2009年2月6号啊，在台南关田神元山庄育儿圣堂求一贯道三宝心法，信里真传啊。有南极仙翁先来结缘了，批训了。南极仙翁是华历祖的文华历祖，4位文华历祖之一啊。南极仙翁以外，还有南海古佛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还有纯阳帝君，就是李洞宾先祖。还有哪一位是文华历祖？地藏古佛了哦，地藏古佛，你看南海古佛、地藏古佛、南极仙翁，哦，你看李洞宾先祖，你看先天佛堂有站着关公啊，还有那个李洞宾先祖，你看啊，关公是武的华历祖，那李洞宾先祖是。纯阳帝君是文的华历祖代表，你看呢，四大名将，你看关公、张飞、岳飞，还有商朝的黄飞虎，哦，天兵天将来守护坛城，守护法坛。你看这还有佛像，你看释迦牟尼佛还是观世音菩萨，还是弥勒祖师，还是菩提达摩大师哦，达摩祖师。你看这弥勒祖师啊，济公活佛、夜会菩萨的像。这五教圣人吗？释迦牟尼佛。耶稣吗？穆罕默德吗？老子吗？孔子吗？哦，你看，仙佛神圣菩萨，你看，八仙啊，济公活佛，还有龙啊，你看，还有鹤啊，你看，这应该是凤凰吧？有龙，有凤凰，有鹤，你看，哦，有莲花，有活菩萨，你看，八仙，你看，你看啊，印尼人呢，基督徒呢。然后来求道了，然后参加法会，你有参加3天法会看到了，然后画出来，哦。